台南市立病院胃肠科的医师廖建章表示，大肠肌躁症常常有落屎或者是便秘，伴随着腹肚胀胀、腹肚痛、恶心等。一般好发伫年轻到中年的女性，如果病人落屎几啊礼拜，食药拢无改善，就要怀疑是大肠肌躁症。肠躁症的患者的话，一般都是比较容易好发在就是年轻人到中年人，那以女性居多。那大部分来门诊的症状，他都会说他常常拉肚子，拉很长一段时间，那吃个药都没什么改善。所以遇到这类病人的话，我们都会就是帮他做就是理学的检查，确定他不是其他胃溃疡或是肠胃炎造成的问题。那这时候我们就通常就可以得到一个诊断，是肠躁症造成的。饮食一般那些容易造成胀气的，像是豆类、奶类，它都比较容易造成引发肠躁症的症状。所以透过药物的治疗跟饮食的就控制的话，就会让它的症状得到很好的改善。医师表示，虽然大肠肌躁症的致病原因，目前医学的研究并无完全清楚，但可能跟生理、心理或者是环境遗传有关系，嘛有可能是肠道的运动比正常人较敏感。因此，除了靠药物，另外嘛要靠生活甲饮食的控制，尽量避免容易胀气的食物，亲像豆仔类或者是牛奶等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